AI 普通話學習平台係一個專為香港中小學生設計嘅普通話學習平台。平台特色板塊古人對話，從《西遊記》裏的孫悟空、豬八戒到思想家孔子、莊子以及詩人李白、蘇軾等，令學生透過與 AI 歷史名人進行跨時空對話。四大技能涵蓋聽、說、讀、寫四大能力發展。老師可以非常便捷地發佈專屬嘅普通話功課。平台支援五大豐富題型，老師可以直接拍照上傳，系統自動識別文字並配上拼音，大大節省了打字時間。喺學生端，同學能隨時查看並完成老師佈置的普通話功課，輕鬆完成從基礎拼音、字詞到完整句子的朗讀練習。提交後，AI 即時評分並標示發音錯誤，幫助學生即時糾正，讓學習進度一目了然，實現高效又便利的口語訓練。我哋更設立學習獎勵機制，表現優異的同學將獲得獎狀及精美盲盒獎品，鼓勵大家持續努力，建立學習自信。改卷以新來港學習適應平台，全面照顧學童學習適應各項所需，順利適應香港校園學習節奏，穩步提升學業能力，盡快融入本港學習與生活。